接着我们要请早期的负责人蔡新明弟兄来述说我们他在前镇教会成长的感言。哈利路亚！mengangan Yesus sapi pasal tunio 感言atau 见证。奉主耶稣圣名来说感言和见证。Tetapi kan siya tua macam sama itin dunia 30年后atrahayaiku mata nama ca atrahaya这个见证一定。感谢主耶稣在这30年有经历了所有的见证，还有很多的事情。我duluan puluh amet sana hau,我dulu puluh kunya sesuatu na pernah ini。所以既然是30年，所以我要讲30点。这auto ay cikan hau karam ko kasumarum ako。虽然时间非常短，但是我用简短扼要的来跟大家说明。saya hau awal yang makirim ko niyo kamaruan to niyo patrian to kyokai。首先呢，在找不到这个成立教会的所在。Saya itini tawinan kyokai hanane hau tagaw kyokai atuno itini asikini sa itini ko pe karacai minoli atau sarikaka。那母会高雄教会负责人传道呢，统领呢为这项圣工来祷告。Sa matama sa itini kayo no 前镇分歧to niya 真中路hanane所以在前镇分级正中路这个地方找到这个着落点，这都是祷告的功效。此外呢，虽然找到这个所在，但是教会不知道。那个地方呢，本来是要储存这些鱼类这个疑惑，但是呢，那个地方呢是旅馆，但是不合乎这样的一个申请。虽然我们教会购买是要作为一个这个住所，但是呢，成立却是教会，所以政府却反对了这项违法的事情。市议会及林信义弟兄，感谢主，高雄教会有一位林信义弟兄在市议会服务。是他来负责处理这项工作。因为主啊，他都中国啦，教会都人好诶，有些我好诶，米拉不单得了个天气，米拉不单得了个那种，我这个天气也没修改。因为不适合来盖教会的所在，所以政府把它断电断水。因此，前镇教会同心合意来祷告，让这项圣工能够非常的顺利。那附近呢的邻居因为祷告声很大声吵闹，请分级的人来捉或来去来阻止这项圣工。虽然这样的吵吵闹闹，但是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所以呢非常的顺利。另外就在旧教会来建盖第3层楼。当时朱牧传道是曾德敏传道。邻居呢因为这样子来去控告这件第3楼的违建，然后去审问小弟还有曾德敏传道，请这个议员，请林信义弟兄来处理。因此同心合意，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本来要罚款3万元，后来就免了。非常感谢吴成文传道。在小港成立了这个祈祷所。后来沈长老过去呢来成立小港教会。我们前镇教会来成立教会，高雄教会全力的支持。购买小港教会，高雄教会仍然还是支持这项圣工。尤其在新盖新的会堂呢，高雄教会仍然还是全力的支持。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这么样的奇妙。我们用10年的时间来储存这个经费呢，只有储存了500万。但是我们的目标却是6000万。2500万是要购地
你先可以不忙好什么地方都要马上的。那2500万是要建盖堂皇的会堂，1000万啊，包括都要电脑、哈根南、哈嘎干mana你要买了好1000万个人。1000万是包括电脑所有的设备。Mapurong hau 6000万，总共要6000万。如果这样的来计算，但是我们10年就储存了500万而已。如果有这样的储存的方式的话，要120年才能够储存到这样的6000万的一个目标。要这样的到子子孙孙才有这样的一个会堂。但是仍然神迹启示仍然与我们同在。神所悦纳的，所以成立了前镇教会。非常感谢高屏小街的所有弟兄姐妹，尤其南旗教会全力的来支持这项圣工，尤其东部台湾前省的教会仍然支持这样的圣工，使其他教会所奉献的呢，共有2000万。在旧会堂那个是违建，地是政府的，地上的呢是违建，所以购买的时候100多万，要卖掉呢，到底能不能到300万？但是有人说要500万。所以我们3次的祷告之后，来去询问所要购买。所以最后呢，有1320万卖出。所以有其他教会呢，全力支持，才有这样的一个经费。在当中有几项非常感动的地方，也是我们前镇教会所感动的。诗班到其他教会来献诗，就好像在卖这个诗歌一样。但是呢，我们这样唱诗呢，却弟兄姐妹受到感动。那我们到和美呢，大概80几岁的一个阿嬷，他说聚会完，他说蔡新民弟兄啊，他说派几个青年到我家去去搬钱要3个青年去搬这个钱呢，到底是多少钱？结果就派3个青年到他家去。结果呢带回来呢，就好大好大的猪啊！以前没有10元硬币啊！就是这个1块1块大大的这个铺满了，铺的满满的。里头呢1块1块的，总共3万元。所以搬的青年当然都是汗流浃背在搬的。是值得感动的。他用10几年来储存这样的一个经费。所以我们到过去呢，他就把这些他所储存的积蓄呢铺满了，全部给我们前镇教会。本来我们前镇教会呢是陆陆续续才奉献的，但是听到这样的阿嬷来奉献。所以前镇教会有2个阿嬷，他没有钱，也不会赚钱。财务呢打开奉献箱，有2捆的东西在里头。
里头啊，一打开呢，有几个阿美文、阿美语的字样。啊，它里头啊记载说，我不会赚钱，我也没有钱。只有我先生呢给我的一个装饰啊，还有一些这个项链呢，我现在包在里头。那财务呢？那你们就把这些我的这个项链啊、戒指啦拿去卖，只有我这样的心意来奉献给神。哇，弟兄姐妹啊，听到这件事情非常感动。小孩子呢也一样的来去奉献。本来是小孩子要去参加毕业旅行，他宁愿不要毕业旅行来去奉献这笔钱。有一个孩子呢跌倒了。这个因为赔偿了6000元。结果呢，这个孩子呢没有把这个钱呢来去治疗他的牙齿。他也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亲把6000元奉献给教会。这个父母亲呢为了这件事情来打骂他。这个小孩子说了，他说父母亲你不知道教会快要盖好了，我还没有奉献呢。我的牙齿什么时候来装啊？假牙没有关系。有的孩子呢从学校回来，他就到了这个要盖房子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钢筋呢装在袋子里面，他搬不起来，用拖到这个卖废铁堆那个地方。所卖的只有20块、30块。但是继续之后来奉献给教会。所以盖这个教会有很多事项的感动。最后呢，神的祝福领到了。所以在盖会堂之前呢，信徒大部分都没有买房子。但是成立教会之后呢，弟兄姐妹呢，个个都买了房子，就买了车子。聚会的时候都穿西装了。这个都是神的祝福。不止这些而已。所以前正教会不会煮就请了陈文斌来教怎么煮。黄姐妹把领袖到他们那都姊妹所以呢，这个插花的这些才艺呢，或是圣工的这些事项呢，都是请高雄教会，还有呢这个极光教会、五甲教会来协助啦，来去指导这个插花。装潢或是电灯设备呢，都是弟兄姐妹。有这个阿丸。李琴师弟兄。尤其这个设计呢，黄显明弟兄，他是顾得了非常的周到。所以这些教会的钢筋这些设施呢，为什么这么坚固？都是他监督的。尤其呢，这个包工的这些，因为他24小时在那边盯着，所以都想要去骂他了。他怕说会多工减料所以一直监督所以呢，教会为什么这么坚固？就是有这样的弟兄呢，全心全意来去监督的。有很多话要说的。我要讲2个见证。一个弟兄呢是捕鱼的，蔡富远弟兄。那当时出港是12月。到巴士海峡、台湾海峡这个地方，他本来要躺卧睡着了，但是他要大解。
他在船尾呢这个边边呢这个地方呢，在那边大劫啊， sama mana ho masih para matrak sini lah. 他不小心结果掉下来了。 Coba fana aku aru mana tam la tola tamina tam lao. 船员呢，没有人一个人知道。 Saya arafi. 过了一个晚上， Tala papa cem. 到早上 Pito ko toki. 7点， Miking tungko ya ku chuan cha maranam tosa. 船长在敲钟说要吃饭了。 Awa jika jauh ci cai fuin tisho. 蔡福元弟兄不在了， Kini mana awa ikamu tiadi lah. 也不在船上， Matrakai biasa to. 就知道说他可能掉海了。 Patah tikur kala tamina kirim sini 结果 lah. 船要回转来找他。 Aya, nang sana Taiwan hai sana na tawai kalau sikira. 台湾海峡有很多海浪啊， Ura cica cai fuin itila hau matrak sini lah hau. 蔡福元当时掉下来的时候， Itila hau ama hau sami inuri sini lah. 在那地方祷告， Ama au kapo hau mi puting aku hau usapati ngau tu kiu kai paking aku ama au kiting ngono aku sepuluh cai fuin kira. 他说：“主啊，我今天来出港是要盖教会的，求主耶稣救我啊！ Ita tahu sama na hau mafia lai tu cimia mi tangoi. 因为他已经没有力量来游泳了。 Juni kata sa sinda waca. 是12月呢，是天庆来的时 Ulang dia 候， jatuh mana? 又是夜间呐、 Ita tahu ngorai tu cini lah. 因为他那个时候疲乏了， Ampayan tu kawas mina tu ni cicai tiap tangga kirang. 所以神安排一个很大的木头 Ita tahu makafit ku kamera hau uida ku kirang sa avang hanil ku 之 kirang. 后在无形当中，结果一抱就抱住了那个木头了。 Ita hau misalnya sa cimina ama cewek aku hanil. 他就祷告说：“主啊，我现在肚子饿了。 Cepit saku ku karang itin cepit 啊， lah. 突然间呢，有这个螃蟹在咬他， Cepat hanil ku karang sashimi hanil ku maan. 结果他这么一抓就拿来了，就给吃了， Ngai tu ku tiadi lah, ngai tu pitang mui lah. 就可以填饱，有力量游泳了。 Udah tamina pataki ku hau 这个船呢、回头， Artinya sana utam ram matrak hamat sada tu linem matrak kulinam tetek kala kira. 这个人啊，在海上一掉，就好像一根针掉下来一样。 No tepat cikang ira ku faru acikang tu bidang uyan mira. 这样游泳啊，要10个小时这样子来在海上。 Mafana ku kawasan kanto tu ni ilau cang pataki ku makiri mera kula cicai buyan kira. 神感动以老长来回转来去找他。 Rumah satu ya ci censingi hanane asal ya kan mita. 另外，我们弟兄陈信义弟 Ilai 兄 maron hati ning saya ka tu ni. 在座也有在座的陈信义。 Sama nu ami so tumaya ho cek tete tayan tumae. 因为啊，原住民呢要大姐呢不在厕所 Itire kai ku nura tamina samrai sakira. 啊，是在船尾比较凉快。 Kuila很聪明cibila. 他非常的聪明， Tapi hanya ku karir satu tumae. 他就拿着绳索来大劫， Soalnya sini matrakai cibila. 结果真的还是掉下来了。 Matrak cibila mamat petede kura kalir. 掉下来之后抓着绳子， Juga haru kalir matrak cibila. 结果喊绳子掉到海中， Kita tahu cimika ya kula tamina. 船正在行走。 Ucikai dah hau cium namai ku cikai 哇， dah. 12迈啊的速度， Ono asal tu dah kolin dah hau madeng tu 30 公里ke cikai. 30公里的速度在行走， Boleh dah hau itai ya tu dah hau mitur tu dah tamina ma tatu ya kula kalir. 他就抓着绳子了，被拖拉着， Ida tu hau ceka ia nu guru pila cini lah. 但是没有被这个螺旋桨的啊，这个可罗贝拉呢绞到， Matrak cibila hau ida tu ama hasa tu mitulun cibila. 掉下来了，在呼喊主啊救我。 Kagu iti hau hai sori nai mafkir tu paking king hau i. 他说啊主啊，虽然我以前不会奉献， Sakit ini kiu siu kai hau i cang otai kagu 我 i. 忌讳呢有些懈怠。 Ama hau minu kai kagu hau pafun sena kagu hau sebenci alu paking king aku. 主啊，你有救我啊！如果你救我的话，我回来要奉献2/10。 因为paking ini cibila hau sebenci i paking king hau ilai ku tu kupi saking king numina. 啊，他虽然奉献1/10，他还有一个特别奉献。 Matengin nu kawas kupi inuli numina. 神垂听了他的祷告 Ida tu hau kantung ni kawas cu kafkang tamina. 啊，神感动了船上的一只狗， Ida tu hau maalawan nula wacu kuraci cendi siong hau i. Au hanira kuraci. 那只狗啊，既然看到了陈弟兄在那边吼叫， mata tu satu ki kunyo cikang mira. 我在那地方大概有快1个小时的时间 Kuila 了 hau i rapi kantung nu kawas tu wacu hau. Maarau nu aru mana tamrau kura wacu tiada mi au. 啊，所以呢，神感动那只狗来看到来叫啊，所以船上的人就有反应了 Kawas saya kapu sana. 啊，他可能说我是不是中血了 Ida atu takawas saya kura wacu. 啊，他可能说这只狗中血了。 Nene kan aru mana tamrau hau i. Soalina ila kura cendi siong isa fira fira itira ila liana. 为什么这只狗一直叫？一看原来是陈弟兄在海下， cendi siong tahu kan. 之后又把它拉上来了。 Ana wai kura wacu i. 如果没有这只狗， Kada ana ceka kantung nu kawas kura wacu i. 如果神没有感动这只狗， Ang ceka inulin no ni iya ni cendi siong 如 e. 果陈弟兄没有祷告呼求 Ang 神， ceka fawan aru mana saya kini i. 如果弟兄姐妹没有他们祷告
就不会这么顺利， pagtingking na mihanan nila kila. 因为他要奉献给神。 Saka sa kitini kyo kay haw, at makahaw tsaka sa ila pisiku na jesama. 为了教会，主耶稣一定垂听。 Ito na sanjiu kini ang hala tunya lamay na haw araya ko chenchen ito na 所以在这30年当中，有很多的见证。 Dengan cha pisiku na jesama kita sa ila mapulong. 只有在这个地方感谢来纪念。 Nanay kita o chenchen sa ila ananay. 但愿我们前镇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 Ay no ichai chai asali ka akyo kay. 我们知道所有教会的爱心， Mafanak te patikul tu ni ong. 我们能够呢回馈神的恩。 Masa tu ni tu joy tu sana handa na tsuyo kyo kay sa ikulay tu pati nga kyo kay 就好 kulanan. 像921自由教会是最为亲来建盖的， Larima chibir hawi mafanak ta mi harata nga. 我们应该也要为这件事情来帮助他。 Nanay bida pisiku na macha sang kita na ucat chai sa ka. 愿主耶稣能够施恩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Haleluya. Amen. 哈利路亚，阿门。非常感谢这一番见证曾经刊载在我们20周年的刊物里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邀请县市的教会是东光、举光、五甲还有前镇他们联合的诗班，他们要配合刚刚演出的管弦乐团，他们配合来演出。他们要献的2首诗歌，第一首美在主耶稣，第二首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一起来欣赏聆听。
们非常谢谢怎么样？非常盛大的一场，好像我们今天借着诗歌还有音乐会的方式，同时我们借着见证的分享，还有传道人借着正道分享神的话语，以及各诗班用他们的诗歌来诉说对神的感恩跟慈爱。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一切都有神的灵，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慈爱中感受他的恩典。我们同时也能够借着每一个人的恩赐的不同，来一起在圣工上面，还有在我们的服事上面一起来献出我们的力量，这样是神所喜悦的。同时，我们要献出我们这一颗诚挚的真诚虔诚的心，来为一切的圣工，尤其是传扬福音的工作，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未来的20年、30年、50年甚至更多，相信我们将这样的感动一直持续到永远直到主的日子来临。我们最后，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敬爱的郑宗卜长老来祝福。Ngani Yesus Kristus kansia to tatulong no beginning tatuna sanju sioning kining no itinai jankia junju akyokai。奉主耶稣圣名，感谢耶稣基督，我们这次来纪念30周年前镇教会。hanko magopikansya tunan itinai Taipak itini tuna taliok no meta tuna singis kyukai hananay masaupo kita tangay hauko sikuvuko di yesabato lebak no meta ni arumiat。感谢耶稣基督，也感谢所有今天来参加的所有各教会的长子、传道、负责人，来纪念这次前镇教会的30周年庆。Sakacha kakansya na hau o tulong hau no paicer hau no tulong no patirngai hau to kataini itaitini takau sarikaka。那首先感谢的就是所有弟兄姐妹为前镇教会的成立来祷告的、来支持的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Manapataini ni itini takau ko tablaw hokira to na wawan iyesama okira。为什么神安排他的儿女在高雄这个地方成立教会呢？Usaparuma ako sanay ukita ko sa chiruchik paorip to na itinay itakaw sarikaka ita。那因为我们都是福音的种子，就是要在高雄地区来撒种、散播神的福音。Sama na hau manataini ni iya sama kita papifuting sa hau upakapan na irato hamabatayar paparengau to itinay hatiray ko sa osin ni iya sama。为什么神安排我们在高雄地区，甚至捕鱼在全镇这个地方？因为我们都是福音的种子。Saman ukitaw siya kyukay hananay away kutaw ita。因为我们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没有别人。Sakataili kita tuna no takaw akyukay iray kuno kyukay no itinay tu itakaw sarikaka itay sama nira kita kira paurip nira kita。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有邻近的高雄教会，还有其他教会来帮助我们。Hai, sama itini kita bikansya to ain sama una cinsi kay to siyas kyukay hananay hau chay kuruma itini kika di sama。这都是神的爱，让我们真耶稣教会，全世界的真耶稣教会，我们都是一家人。Sama na hau upaparin na kita bikining kita to na tura puro hananay hau sansisay ci sama masalakay te lucha voin Tisang jangan sanci kurasuatu sanci sai ci sama mi tinto。路加福音3章23节，耶稣30岁开始传道。好，但那个开ko ta tiringan。当时是正年轻。Hai, upakapana ay kita na no itinay censura kyukay to tura puro besa no tanak kay ko sa tiyaw tanak kay ko 30岁，也就是告诉我们前镇教会是最坚固甚至最坚定的时候。好，
turun ni takurira tatulong hauno pamuhang ni Yesama. 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好，ira kura micincilai sauni to pakai ni to na king hananai. 有关刚刚见证的弟兄在奉献侍奉上， Cua ko hasipun Quran. 这不会徒劳的。 Mia hawdi kelci sahawa hanumita tak dengan Quran. 将来就是我们所继续在天上的，就是成为我们美好的根基。 Timotai cinsu tiliu cang suci tau suci je kura soal Quran. 提摩太前书第6章17节到19节所记载的， Takara uka bamangai ni pafalu cu anu kawas kura. 不管是小孩子、大人也好，都是神所感动的。 Cua ko hasipun ita Quran. 我们所做的、所付出的，绝非徒劳。 Panendengai kita tu tireg di sama kuda umbia ita itini I cencil.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内住的殿。 Papi hapinangai tu bita aniaro tu na tidak cencil takau hanana dia sari kakak. 让我们成为高雄教会的一盏明灯。 Hai, ulah cakap kafala hanana hau upapa pauri pendeta. 所以有很多还未信主的，我们就是要造就他们。 Hai, takara urira pikingkin dumite hanumi takuni tak dengan mak kapahai sai akakaili kita tu kawas. 所以我们所奉献、所付出的，成为我们在天上美好的根基，我们不要吝啬。 Hau, ira kia cincin soni maalulai iliar icua sa ira isisio kuda. 刚刚所见证的，说在海上遇到船难，在圣经也有记载。 Adi inamar tu adi inanu mahau iraka kum sacafai sa. 不管是经历火窑、经历水中，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Isaya sususan cang di erci di sanci kuda soal turah. 以赛亚书43章第2节、第3节所记载 Adi 的， inamar tu inanu talang kakusa. 在水中，不管是在火窑当中，仍然有神的同在。 Hai, adu ica kurakat tu bisoi ira kura riba isoi talang kakusa. Supen usupen su uce kuda soal turah. 诗篇50篇15节，不管我们到哪个地方遇到泛滥，仍然可以求靠神。 Hai, itu ni kita bikansya satu usahisio kubita dihaian tu sa pinukai no tikok. 我们都是根据圣经，以圣经为目标，成为我们进天国的指南针。 Cua ku taturun takuno tamlaw aswal. 我们不是照着人的意识而去遵行的。 Hau, kansya isunita mi sansupanay ni mita mi yahaw. 刚刚我们的乐团还有诗班所有了， Nalangan ako hau satu ya isisiwa nalangan ako. 我看呢，想到圣经里头所记载的， Hai, litai cisang 25章第7节 irai itirakya baru ai. 历代至上25章第7节。 Hau. Dakara kansya au to pafalucot ni iya sama to pikansya ita to ai ni iya sama. 神感动我们，让我们想起神的爱。 Dakara kita o masa opo ay tayo ni hao itinin da hao iya saman ko panong keru panu sa ita.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归于耶稣基督的圣名。 Kasi siya kita no hati ni atsaan ni iya sama to rembes to irang kita kira. 我们非常感谢天上真神，我们是神宝血重价所买来的。 Hai, dakara ado ira ko ichotso ay to orenda ko daswar. Patirnga itira ano sa hao ya paru chok lumita hao sa opo nita. Patirngan da ko nga ni iya sama. 不管我们在哪个地方、各个岗位工作，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福音的种子，要荣耀神的名。 Hai, sama na ano ichotso ay sali kaka lumitay umita atam daw kira.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只要是真教会，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Hai, nga maaraw ta ko likat ko ay ni iya sama no maaraw no chinsikat. 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一盏明灯。 Hao, chay tuksora ko. 我们再讲一点， Ucha sisikining amitinto hao unamita kyukay. 我们的教会是负责末世真教会的一个传扬的工作。 Ni pasalakan no kawas to nakasalakan no chilar sanay. 我们就好像日出的一个教会。 Hai, sugila ang grasesyo meneneng kura Isaya syo, yonsyo roksyo no, chisit yo isit ira itirhaw. 以赛亚书46章10节到11节记载， Hai, dadi tini
kasalakan no chila kumamirachi kita si Yesus Kyokai. 我们就是从日出之地，从东方正耶稣教会来去完成这样的使命。 Saman mga tatuk sa karaw di iya sama. 因为神的日子临近了。 Wahatiran tako pisaro mo cita mi inuli tako tayo hanuma ko panguyos kita o baru ayatsa to tayo niya ito ni sa upo di iya sama. 我来带领大家来祝福赐福于大家。 Hay, tumirang to 我 kita. 们大家肃立。 Tuyakan hapon mo. 主要跟 Mikingangani so Yesus Kristo tulong haono karatsay nam ikaayaw no miso tuna omiya itini chenchen. 奉主耶稣圣名，让我们在前镇教会这里共祭一堂。 Ngangani so Yesus Kristo ko misaopo ay hautabenan to sapi kining no no tuna sanjo kining hananay. 我们以你的圣名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前镇教会纪念30周年。 Samalan hao i kiso iya sama ukawas no pakiniam ci Abraham ci Isaku ci Yakobo bauripay akawas kiso. 耶稣基督，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Hao. Tagara kami ano hatini tulong paparu. So iso to itine o iso ititi chenchen hao i sa opo tamianan to sa pikansya niam to na rawi to na tula po na amis saan. 你感动前镇教会的所有同龄，让我们来纪念30周年庆。 Uli niya na hao akiw kay ano hatini hananay hao unumi. So paparu cho tuwa no biso saka patiring ni so itini saka irakungangan ni so Yesus Kristo. 你照着你的旨意，让教会成立在草芽城镇教会这个地方。 Nanay ula itini awawa no biso itini chenchen hao. Nani itini ba to asay iwawa hao itira ani so ko sabetak no biso misapin lang hao to sa say arumi ato tatulong no uripira itini itakaw. 愿耶稣能够眷顾前镇教会从老到少所有的生活起居。愿主耶稣你与他们同在。 Nanay hao na tatsay awawa no biso itini hao i mara sa paruma itini hao to na di kamaro ira itini chenchen.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福音的种子。 Parcha lento ya tulay puro abiasa ni so iya sama ko katanek takira ciramit ira ko ci no ni ka itini hao no wawa no biso. 愿前镇教会诚如耶稣基督30而立，30岁来传扬神的福音。 Sama na hao i yasu war no biso hao udara lemak ifaru cho no tsatsay awawa iso. 因为你的每一个道，每一个话，都能够成为化道理为行动。 Na iya sama ya kapat tay ko paparu cho no biso ka ci ko di wawa no biso itini chenchen. 但愿让你的儿女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统领。 Ci jinir hao tula puro lima puro sembaut ko ci no merta ka cepi nang itini itu ngangani so Yesus Kristo. 诚如撒在好土上的，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果子。 Hatira ay ko pikansya dunyam anini hao ami ulit tungang ano miso pataras ka tulong yaw no miso iya sama. 我们这样来感谢纪念30周年，来荣耀你的圣名。 Nanay hao uninya na hao api kining dunya hao misatapang anini tanak tak hao to tatulong no halat lemak no miso to tatulong mamirachi to tayo no miso Yesus Kristo. 我们这样纪念30周年，就是福音的开始，福音的传扬的开始。 Uruma sa to hao i minanayan no wa iso itini utayarira. 此外，他们所期盼的， Ho ano iliar to ano iso to kutayaran no wa no miso itini. Nanay kiso Yesus Kristo ira ko sikubuko no miso. 他们出海打鱼，甚至在陆地上工作，各个岗位都能够蒙你的祝福。 Ano itinay ito isobitay, itsua ko tayo na duwawa, lumiso hao ketsur. Ura, tira aniso ko, pisabatak lumiso, amisikuv ko, tutatiringan. 不管是出外求学、当兵、服役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蒙你的祝福。 Isaw ni hao, watako nini o, itsot, kiyo kayo to, mitsansu pa na hao, pasalag tong yaha iso Yesus Kristo i, wa itira ko, pikiling, sikuv ko lumiso to ya, biraraniway, itini ikaayaw lumiso. 刚刚有很多的诗班所演奏的这些，愿主耶稣能够纪念他们所做的功。 Nanay hao, iya sama, muna tsatsay awawa lumiso hao, patanak tak
kani sa ko singko au ko tala ikurai au ko tala pate na nai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信心坚定，不退后。 itira dia dia bahau inga ngano miso hau ko bisabat tak lu dia pitala dia to sailing no miso 我们以你的圣名耶稣基督来期盼你的到来。 hai rumah satu hau utai ni ayacha ami sangka percatan to itine icencen awa iso ami sikubuku 今天来参加30周年庆的所有弟兄姐妹，也这样子来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事工。 nga amara cai kuno kai diam cai di apupo no miso usanai ko ni ami salong ko ami sariu to di ngosono arumanai awa iso 好，让我们都能够在天国，在主里，在那地方相会。 hau hana ko hau ko pisariu bisa apo to pa ini aku ami salongot to sapi sukubuku no miso to cacai awa no miso 我这样简短的来向主耶稣来祝福、赐福于所有来参加的弟兄姐妹及前镇教会。 mikitini imya to asai mikitini iwawa awa ko tulas no o pisaka kini no pisikubuku no miso hau to cacai urip no awa iso itini icencel 不管是从老到少，神以公义来施恩赐福，赐福于前镇教会。 ha hanako ko pitulas to panukai itu ya kasapaan sakuan nong yau ikati ngangano miso to a orisinno cacai awa sontara to sailing 我这样的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在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来等候你的来临。 haleluya amen 哈利路亚，阿门。 非常感谢我们郑总补长老，他这样知识的教诲，同时也让他的心愿能够，他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唱诗，来结束今天的特别聚会。我们请林圣山传道。 非常感谢天上的真神的带领以及保守，让我们这一场的欢乐歌颂的一个感恩特别机会即将要结束。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58首，在我们的程序表右边以下。 愿让众生
我们全体站立，我们邀请简明德传道来带领大家来祷告。请大家用虔诚安静的心低头默祷，默祷します。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我们所崇敬、挚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我们前镇教会成立教会30周年感恩特别聚会，让我们感受到主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我们无法测度，我们更无法无以为报。主啊，我们刚才借着你的仆人从开始的介绍严格，以及你仆人的正道勉励，以及各个诗班，尤其盛大的侍奉团队的联合诗班的献诗，再再的让我们感受到主你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人算得什么？我们只有用我们微薄的力量来尽我们绵薄的一份的心来回报。今天借着这个30周年，让我们回顾您怎么样来带领、来建设您的身体荣耀的教会。主，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谢，尤其你感动了所有高雄地区的我们所有的爱主的弟兄姊妹，来刚开始牧养、关怀以及鼎力的相助，因而才有我们在高雄地区的原住民的教会，因此不断的滋长成立。主啊，我们实在太幸福了，所以在主里面真好。虽然前镇教会成立至今，经历了许多的内外的各样的祸患，以及灾难，以及魔鬼的试探阻扰，但是这一切不足以击倒我们，去让我们更加的成长成熟。这一些这是成长的过程，以至于今天30而立。所以我们今天要接受主你要给我们更大要去完成的使命，但是我们还是软弱的，恳求主耶稣能够来施恩祝福，你的脸光照我们前镇教会，施恩祝福，使这个圣手你的教会能够在这里真的发扬光大，荣耀主你的圣名。主啊，更求您使我们前镇教会所有的同龄弟兄姊妹忘记过去的，无论在心灵上的以及肉体上的一些争执，这一些都能够从今天开始，将成为我们以后智慧的判断，以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以后的问题，使我们更加的同心团结，来侍奉主，打美好的仗。所以今天有这样子的美好的成果，让我们感受到这么多的爱主的年轻人已经出现了，这么多的热忱要侍奉你的所有的年轻人，借着他们的诗歌以及各种乐器的演奏，这一些都将成为30年以后的重要的工人。主啊，求你能够按你的旨意来成全。主啊，我们今天感受到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扎心。除了让我们感谢之外，一切都是由主耶稣来带领，所以我们内心充满了感恩。我们都没有改变，ani dia rumia tarama mekubaru cuan miang soalin itu ni kami tu na turup bulu ami hasan wat tatu kepiti buat nomiso ana wai kiso omam kakarayan ami pakamai ami kitingi wahati ni amari kets amarat saiku sari kakak itinai cencen soalin tu ama kakarayan tu na turu bulu ami hasan i dia
yai mati kedai numiang katumangican kararuman irai kamakan kulirai unian usakaruba har numiang kunia sakatanak tek no singko numiang marcat pikongling numiso ci Yusifwan anu cai hatinin sui suak hatiniku ka tanak cek no kio kai itini amau kakarayan nanai aweh no igor tu nuna sanci uning i hanen tu numiso aman kakarayan ami giting para wai tamiana itinai chenchen wawan numiso so ciso onanai marcai tu paru cok numiang wafana tu kama mas satu surur wafana tu kami marka kaya tu kamai ya itia hewo sama anai ku kalau tungi sana numiang mari kakak tawaran tu numiang safaru hentu numiang ku faru cok numiang misi ayau onanai itini uki okai ngangan numisui tumireng marupi alawan marakhir no itinai takau wama numiang kerayan ini raci satu kudu numiang soalin namarula ya amatayar kecur asal kakak mapurung i kini numisu wama kakarayan anu tainya itu afaki fai sarika kama burung tui hanan isu ama patari itu sikafuko tayarano sarika kama burung maki luk itini mebo saan ku kahmek nom yang ami acang ami mek anini tuna sanjiu kining ama karayan haruk tunu remak nom yang ami nukai itu kami nusoni tani rumak nom yang i hanan isu kupi ribut sama naik palaran kelit misu apa taini hanan isu ama karayan ami kiting maka pah kupi runuk nom yang ami nukai tani rumak saan ku bisaru utnya tu taramai ne mikumi sikavako no miso hanu simobi no miso ami sarungut itini kaayaw no miso ami inuri panukai hanu yang kasapan sakuan ya kana sa audit itini fan sarengan no miso Yesus Kristo haleluya amen 请坐。非常感谢神，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一路带领我们。今天30周年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后面要走的，我们所要面对的乃是更多更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前镇教会还有我们高雄地区所有的弟兄姊妹，借着今天的感恩特别聚会，我们心中立下一个心愿，但愿我们这样的一种喜乐，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主耶稣的再来临。那么我们现在要报告介绍，我们先请我们所有传道长老传道，我们先第一批到前面来。我九楼点都下Salakat sama misasing kita na soni terayah ho。首先介绍沈西面长老、郑中普长老、季雅各传道、曾进福传道、林圣山传道、简明德传道、陈道生传道。好，鞠躬，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继续介绍我们的高雄地区还有东部的所有的执事我们也是要出列，那么留下我们美好的倩影留作纪念。我们请出列。现在一一的介绍。首先介绍的是我们刚刚为我们来感言的高安德烈执事、严中福执事、马彼得执事。抱歉我们要按照顺序那么我直接念。曾颠恩执事、曾恩生执事、黄恩德执事，还有马彼得执事有了陈光照执事、胡恩义执事，还有一个是因为我这边没有名单好，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这次不管是高雄地区也好，东部来的执事也都非常的热烈当然底下还有刚刚我所看到的杨宗阳执事，还有沈明德执事因为可能有是先离席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他们今天的莅临，我们再次的热烈掌声，给他们，谢谢敬礼。
继续报告待会我们上会之后我们前镇教会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前镇教会在会后所有的各地教会的统领离开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大扫除，所以我们分配的区域就按照我们在灵恩会之前所分配的区域来打扫，同时我们要将所有的东西要归定位。第二点，我们明天晚上星期一的晚上聚会暂停一次，因为今天大家都辛苦了。那么第三个，我们等一下用餐的时候，今天我们前镇教会准备爱餐是非常精致的超级便当所以我们使用要用餐愉快。我们地下室备有这个桌椅让大家休息。那么最后我们为了这次的感恩特别聚会，我们制作了 DVD 还有光碟片，我们没有制作刊物，因为它的容量有限用比较现代的科技容纳了30年所有的点点滴滴，还有这个传道长老执事所写的感言也都在上面，我们可以一一的来阅览。所以这次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希望大家能够大家一起来欣赏，一起来同沐神的恩典。那么等一下我们下去以后因为我们利用这次的机会为了感谢神的恩典，我们采取自由奉献。那么如果我们拿了 DVD VCD 等等光碟片还有礼物呢，我们教会是免费送给大家为了感谢这次也是这次的制作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奉献一下。我们等一下下去以后，在下楼梯的地方有财务特别准备了2个奉献箱，我们自由奉献以上愿神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愿大家平安。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来互道平安。好，敬礼，哈利路亚。